新台病院胸腔內科醫師周雲澤表示，隨着醫學的進步，近年來肺癌的治療已經邁入精準的醫療。過去病人攏採用同款的化學治療，不過現在透過基因的檢測，找出腫瘤特定的突變基因，就用對症下藥，使用專屬的標靶藥物，大幅提升治療的成效，並且減少副作用。標靶治療前提是要檢測這個基因突變的部分，這樣子，就是有突變才可以有條件接受標靶治療，沒有突變就會考慮下一步的免疫治療或是化學治療這樣子。所以尤其是東方，我們台灣人來說，其實有突變的機會其實非常高，尤其是女性，有將近60% 的機會是有基因突變可以接受標靶治療的這樣子。那所以基因檢測對於肺癌來說是相對是非常重要。以目前來講，我們醫師會透過我們取得腫瘤組織的大小、病患的經濟狀況以及保險狀況，還有治療的急迫性去做選擇。如果說病患急需治療，預算相對有限，我們就會選擇健保給付的 PCR 或是加上 IHC 去做檢驗，然後最快能在1週內決定是否使用特定的標靶或者是免疫治療這樣子。如果說需要一些比較完整的檢查，其實可以配合目前國健署的健保 NGS 給付的規範，使用國內實驗室的 NGS 套組去做檢查。那當然，如果病患相對有限，需要一些突破性的治療，尋求第三方國際級的廣泛性基因檢測，其實也是一種選擇。基因檢測的工具主要分3大類，有傳統的單一突變基因的檢測。健保給付的次世代基因的定序，佮着第三方廣泛性次世代基因的定序。醫師強調，基因的檢測並無絕對的上好的選擇，只有較適合的方案。患者一定要佮團隊進行充分的醫病共享、決策討論，由着醫師依照專業的評估，將來擬定適合當時病況的檢測策略，精準來抗癌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